江若琳同埋梁友嘉出這個校園 show， 前排杜汶澤就無故患病，日前杜汶澤就宣布佢經已康復啦。二玲就形容阿澤依家個人變得無欲無求咗，只係重視健康同埋開心與否啫。咁二玲你呢？有生之年你想做啲咩啊？我好想跳 bungee jump， 但係咧一路都俾屋企人阻止啦。跟住公司一次係其實我喺澳門做嘢，經過我係好有衝動想衝落車噶啦。我話你俾15分鐘我，俾半個鐘我想去跳一跳。跟住後尾我經理人係咁嚇我，佢話你知唔知有啲生死狀㗎？你有咩事你屋企人點算啊？咁樣跟住唔俾我玩咯。除咗跳 bungee jump之外，二玲就話仲想生2個小朋友，不過想生女先喎。因為女可以扮下靚啊，咁趁我年輕仲有精力嘅時候，可以帶佢買下衫啊，扮下靚啊咁樣咯。同埋我成日覺得，因為我自己係家姐嚟嘅，咁我係個細佬嘅，咁我自己覺得家姐係錫細佬嘅，咁所以我會都想係女先咯。